上次去福岡食咗好多間高質嘅餐廳，以下呢幾間一定要推薦俾大家。第一餐我哋嚟食福岡嘅名物水炊鍋，喺呢度你可以食到用雞做主題唔同嘅料理，雞肉刺身都有得食。飲咗個雞湯先，之後再食雞肉。佢哋係用自家繁殖嘅華美雞，好鮮嫩。最尾會用剩低嘅湯煮成雜炊，夾就係成餐飯嘅精華。而家就係超級有驚喜嘅中華居酒屋，氣氛好就緊噶啦，但我估唔到啲嘢都咁好食。比起傳統嘅日式中華料理，我覺得佢更加貼近台灣嘅味道。去日本又點可以唔食燒肉呢？我哋就揀咗呢間國產牛燒肉放題，有一個好相宜嘅價錢就可以食到日本本地出產嘅牛。幾年前食過一次，今日再食依然可以保持到水準。除咗燒肉，仲有唔同嘅熟食。仲唔夠飽嘅話，最後仲有甜品食。食完燒肉就到拉麵啦。呢間拉麵係我哋隨機喺紅本車站揾嘅。呢度主要係食叉燒嘅，鋪頭晒每一碗拉麵都喺你面前即刻整。湯底嘅芝麻味十分出，芝麻控一定要試。後就係紅本名物勝烈亭炸豬扒，豬扒炸到十分鬆脆，但係入邊仲係滿滿嘅肉汁。太多間孖唔切唔緊要，即刻留言福岡美食，我就會即刻 send 晒個 list 俾你噶啦。